心态是来看家长哦，就爱特别注意。最近肠仔病毒疫情的炭烧，咱国内目前嘛计共有3例肠仔病毒的重症病例咯。最近哦，台中市有10间幼儿园有13个班级停课，卫生局甲医师拢提醒家长佮学校，就爱特别注意。 学生囡仔排几排，每一双手拢详细抹刷文，佮详细洗清气，有防肠仔病毒。新冠肺炎拄则转好，肠仔病毒疫情颠倒咧行。台中的公私立幼稚园都已经有10间13班咧停课，一间托育中心停收。的规定就是，他们每30分钟会带孩子出来洗手20秒，然后完成那一些湿搓搓摩擦的工作，然后就把手擦干，确保那个手部的一个卫生。 卫生局表示，对4月16开始，最近这3礼拜，因为肠仔病毒来求医的，对原本的逐礼拜1390人，已经爬到1865人，达到有警达。建议囡仔若是有无说离去挂着的，就应该请假留伫厝里。那共一班7日内有3个囡仔去挂着，就要自主停课7日。家长甲学校拢要落实，互囡仔接洗手甲环境消毒，避免疫情搁再扩大。 针对幼儿常常接触的环境表面，以稀释的漂白水来加强消毒。幼儿如果出现感染肠病毒的症状，应尽速就医，并请假在家休息。激越式的抽搐或者是说意识不清啊手脚没有力气，喷射性的呕吐，或者是会有呼吸喘胸闷的现象有这些现象的话，要注意一下，可能是肠病毒的重症要赶快送医。 医师就讲，肠仔病毒疫情也悬，今年肠仔病毒症头是拿喉、喙内发炎为主，较无看到起水泡。提醒家长，若囡仔有出现揪筋、起青毛，也是有出猪，都要特别注意。若严重，可能引起脑炎、心肌炎等重症，绝对袂当大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